美国未来国防部处长柯波基伊就呼吁台湾讲，这军事费用要增加到 GDP 的10%。那日经亚洲时报道讲，台湾会向强迫买更较侪美国的军事武器。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台币的军售案将内部感觉讲，这美国是卖一寡无需要武器予咱台湾。咱的国防预算目前是遵照着总统指示，以 GDP 3%做目标。 去到无啥物人知的屏东三军联训基地，国军最近咧做成型拖式2比飞弹的测试射击，虽然无法度看到，但是当感受到震撼。 目前台湾开台票118亿外，甲美国采购1700粒拖式2比新型反装甲飞弹系统。不过最近美国准国防处长柯波基发为台湾国防预算的经费应该到 GDP 的10%，因为日经亚洲讲，咱国恐惊方便咧提悬对美方的军购，内部贸易失衡，不是因为战略需求。台美在进行这些相关的这些所需要筹购的武器方面，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说美方是故意要塞一些我们跟防卫作战时期不需要的武器。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讲，台美双方拢有共同利益，都是用实力来协助战争的发生。国防部上新公布，侦查到5架次中国军机、6架次的中国军舰，尤其有11粒这么济的空飞机轨啊。或者苏浩宏分析，无排除中国利用当天的风向鸟大做认知战。中国外长王毅猜测对连带2,500号国旗和台湾主权的问题回应，咱的外长林佳龙嘛随反击。台湾地区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它只处理了中国代表权，没有去提到台湾。为什么中共这么样的积极，想要去扭曲2758号的决议文？是因为它如果台湾被它解释成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台湾的问题就是内政问题，台海就变成内海。 他就可以对台湾呢来这一个并吞。林佳龙强调，中国的扩张是威胁全球民主国家的团结，反对中国单方面来改变现状。天台参加国际组织，尤其美国众议院的委员会通过未基持台湾法案，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 IMF。 It is absurd for the institution to exclude an economic powerhouse like Taiwan. 共同提案的共和党议员金永玉强调讲，台湾是美国前10大贸易伙伴之一，有全球第5大外汇储备，台湾经验值得参考。记者综合报道。